一世別理誰要高早，別要賭，天命最高。誰和誰春秋都指定天地號令，天命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亂局亦一樣入定，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調子早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早，別要賭，天命最高。誰贏誰不需一兵半出便命定，他年輪迴今世劇情，誰望誰亦在歷史下效命，殘酷過一夜情。別高興，別以為調子早，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早，別要賭，天命最高。祝大家天命最高，馬年行大運！